點解現代人容易抑鬱？中醫認為久坐傷脾，陽氣不升，捱夜傷肝，疏泄失常，思慮過度，氣機鬱結。呢啲就好似俾壓喺石頭下邊嘅嫩芽，見唔到太陽。中醫經典嘅《內經》入邊講，陰成形，陽化氣，陽不足，百病叢生。從中醫角度入邊睇，抑鬱症其實就係陽氣生發受阻嘅現象。瞓唔到，瞓唔好，冇胃口，對任何事都提唔起興趣，呢個就係陽氣不足導致身體每一個部分得唔到足夠嘅溫煦同埋推動，咁啊容易出現各種問題。所以抑鬱症嘅治療往往需要喺辯證下邊去接受銀針同埋膏方嘅治療，補培陽氣，調和臟腑，改善睡眠。同時，患者嘅家屬亦都應該幫助佢哋加強管理，比如適度去曬太陽啦，練下太極拳八段錦啦，練下真氣冥想啦，食一啲溫陽嘅食物啦，保持規律作息等等，以幫助陽氣嘅恢復，從而改善抑鬱症狀。